医学是为了人，而不是为了利润。1992年，中国曾有1.2亿乙肝病人，当时1岁到59岁的中国人中，病毒阳性率足达到了9.75%。此前很多贫困的老百姓因为生活所迫卖血为生，加上各地的医疗不规范，造成了乙肝病毒的迅速传播。同时，这些感染者又通过母婴传播给了下一代。从1970年开始，短短的20年内，中国的乙肝病人增加了8000万。当时研发乙肝病毒的疫苗已经刻不容缓，最终一家叫默沙东也叫默克的公司，比中国人更早的研发出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安全疫苗。本来这家公司可以趁机发一笔横财了，因为按照当时的这个世界的新生儿的数量，它每年只要卖6000支疫苗，足可以有20亿的利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家默沙东公司的老板罗伊瓦杰洛斯很快就能成为世界首富。我们 government 知道这件消息后，迅速派出代表与默沙东这个公司取得联系。最终呢，这个公司呢也给美国同样的采购价格，3支疫苗100美元。不过这个价格呢，让谈判陷入了僵局。100美元对于老百姓来说几乎是天价呀！中国每年有2000万的新生儿，那么就意味着每年要给这个公司呢支付20亿美元。1980年，我们的总税收不过200亿美元。当时中国急需这个疫苗，但是没有这些钱去买这个疫苗。就像我不是药神里边说过，穷是一种病啊。当这个公司老板知道了这个难处以后他就即使自己再降价，中国人也很难拿出钱来买。罗伊瓦杰洛斯说，每一个新生儿都应该在24小时内接种这个疫苗。当时中国每天就有几万个新生儿，谈判每耽搁1天就有几万儿童遭受乙肝病毒的侵害。最后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，他决定把这个疫苗研发跟生产的技术直接就卖给了我们，售价是区700万美元，一个可以让每年营收20亿的生意，让罗伊以700万的价格卖掉了。